继续来看台中的大理有一个路口，互在地人讲是大魔王路口。就伫中兴路2段、德丰路1段甲新仁路2段所交叉的落车路口，去年到今发生的大小件车祸高达35件，提醒乡亲到这个路口要特别小心。赛车人若到大理区中兴路2段、德丰路1段、新仁路2段交接的所在，都要真细致，因为这3条路交接了后，路面就缩较矮，你若无细致，真容易发生车祸。这红绿灯比较短，有时候我们年纪比较大的话，我们要从这边走过去几乎都要分2段，那时间太短了。刚刚这类6个岔路的路段真的是很危险，尤其上下班时间更是危险。民意代表表示讲，这个路口去年到今已经发生大小件车祸有35件，在地人讲这个所在是大魔王路口，给群众的这个不安全不安定的那个感觉太恐怖了。交通局表示讲，这个路口各方向的车流量拢真大，会调路口的事故资料，分析原因，研究改善的对策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